接到当铺的通报，那么赶到现场的时候是发现眼前这名50岁的这个杨姓女子呢，她准备要办汽车典当汇款给外国人。那么远警当场呢了解之后，发现这个杨姓女子呢，她是在社群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德国军官哦，那么要她来汇钱才能够回到台湾来跟她见面，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。就是美国军官或者是外国军官。是哪边那个脸书吗？还是FB？那么还好呢，这个当铺人员发现有异，这个杨姓女子她是打消了这个汇款的念头。不过呢，她转头呢是跟警方合作呢，积极的调出这个取款的车手。那么双方是约在16号下午3点在大寮区内坑路一带面交。那么警方到场的时候也当场逮捕林姓女车手。从哪里来？那么全案依诈欺罪来侦办。那么呢，当铺人员呢发现有意主诈也是相当罕见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